财团法人基美病院办理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已经真侪档，每年拢会以无同的形式来举办。去年首次以小农市集受到当年的好评，今年再次结合在地、当季以及健康营养的食材，举办在地小农市集，用行动来关怀绿色。今年的活动嘛再次得到玉山银行的支持，该行以绿色生活、永续未来为目标，邀请民众共同来响应。奇美医院能够跟玉山银行，我们一起来合办小农市集这样的活动，那么这当然也是响应这个 ESG 的一个社会实践跟关怀。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采用在地新鲜的一个产品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现在要推动健康生活形态。那健康生活形态里面，我们希望能够食用的是在地的全形的一个食物。那么用我们当地小农的食品，那么一定是全形的食品，没有过度的加工，这个是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。玉山银行能够参与奇美医院小农市集的活动。我们希望借由实际的绿色消费，购买当地当季、自然新鲜的农产品，来帮助相对弱势的团体，那也来实践玉山银行绿色生活、永续未来的一个目标。我们更期待能够借由社会大众更多的一个参与，来让我们整个地球更美好，创造一个绿色永续的一个未来。这届活动嘛结合绿色团体，在现场22个摊商当中，有9个是新众团体。在基美病院院长林鸿荣的号召，伊行好每一个单位，用实际行动关怀绿色团体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